直的啊，含的时候呢，膝盖放松，微微的弯曲一点点的，但是不要主动蹲下去，不要主动蹲下去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第4个细节呢，就是你在胸含进去的时候，有2个部位它是被动往前的，是什么？一个是你的肩膀，对，还有你的骨盆，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脊柱它是连在一块儿的，如果你的胸椎它往后，那么尾椎它就会被动的往前，所以你会感觉你的胯有点往前顶的感觉啊，它是被动的往前，但是你不要刻意的往前顶啊，是胸往后推，然后呢胯被动的往前顶啊。来，这是我们肩和胯被动的往前一点点的感觉啊，你的肩胛骨和你的五骨盆盆